聲明 JJ Cafe 故事純屬虛構，狗仔係唔可以飲咖啡，咖啡因對狗狗有害，請大家好好愛護毛孩。丁丁同 JJ 嘅小插曲，自從 JJ 返嚟再做我嘅枕邊伴侶之後，我每晚都瞓得特別甜。今朝廚房度傳嚟陣陣草莓香，但又滲住濃濃嘅咖啡味。原來 JJ 正喺度沖咖啡，佢雙眼好明亮，好放鬆，仲帶住溫柔嘅笑容同深情嘅眼神，流露住滿滿嘅喜悅同愛意。呢杯真係一杯充滿愛心嘅咖啡。我哋坐喺草地度睇日出，發現呢杯咖啡竟然仲有拉花圖案，上面仲整咗個 H。JJ 話呢招係佢喺日本學翻嚟嘅拉花技巧。H 代表咩呢？原來 H 就係 happy 開心嘅開始。JJ 希望我每日早晨都可以帶住開心嘅心情去迎接新一日。第一款味道草莓咖啡 H 草莓。有維他命 C、花青素同嘅纖維，可以養顏美容，仲有助保持神經系統健康。媽媽，以後我每日朝早都會幫你沖一杯 JJ 愛心咖啡。Happy 同你分享我呢2年喺日本學咖啡嘅經歷。JJ 蜜語帶住愛去迎接每一日。